彤姐姐，妈给事情。我说妈给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哎呦，亮亮他都不肯帮我了。亮亮，你为什么不肯帮忙小蜜呢？我不是不帮小蜜啊，是小蜜啦，她都没有礼貌。我哪有没礼貌啊？我就只是要你帮我拿一下玩具而已啊。可是你都没有说请。小蜜，要请别人帮忙的时候，你可以说呛老矮天数。什么树啊？不是树啦，是呛老矮天数，请帮我的意思。需要别人的帮忙的时候，一定要说呛，要说请哦。对不起嘛，亮亮，可以呛老矮天数拿玩具吗？亮亮，小蜜都已经说了呛老矮天数，那你肯不肯帮忙他了呢？那有什么问题呢？小蜜，是这个吗？不是，旁边那个。再过去一点，再过去一点。呛老矮天数，请帮我。呛老矮天数，请帮我。小蜜，呛老矮天数。彤彤姐姐需要什么帮忙呢？我手好酸哦，帮我捏捏。好啊。这样舒服吗？舒服。那小蜜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呛老矮天数。什么样的事情呢？这只手也好酸哦。讲给我。妈给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妈给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彤彤姐姐，妈给事情。那个，我忘了。没关系，想起来再说吧。彤彤姐姐，妈给事情。那个，我又忘了。妈给事情，呛老矮天数。小朋友要当个有礼貌的乖宝宝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罗亮。